工业区塑胶公司昨火灾烧到呾还未拍花，受到地形的影响，空品出现柑仔色提醒。国道1号一台载铁顶仔的货车因为爆无安，顶仔落伫高速公路，警察找到肇事的驾驶，上重会罚98块。新北市长高虹安予法官甲判伊无贪污，有通继续做市长。今仔日随出来走行庭，也请来真侪支持者甲媒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这高雄大发工业区一间塑胶公司呢，昨下昼发生火灾，这火呢炭到呾甲还未拍花。消防局是讲目前是剩火尾啊尔，嘛因为是伫这绑起的建筑物内底当咧翕烧，所以要规个拍花其实是还阁需要时间的。嘛因为即马受到这地形的影响，所以今仔早起真侪车站这空品是出现柑仔色提醒。因为高导火物件侪规个拢翕伫咧建筑物内底烧，消防局昨日暗时10点外紧急调怪手来卡壁，继续钻水抢救，一直到17晚到大发工业区塑胶工厂的大火也未完全拍花，火场也是有乌烟冲出来，这场大火已经烧超过24点钟。因为目前进行到残火处理的阶段，那现场还有一些建筑物倒塌的部分覆盖，那还有一些塑胶制品的部分没办法直接攻击，所以必须搭配重机去。一边开挖一边以水线来做灭火。昨的话，伊的烟足大个，所以阮遮的窗仔门拢全部关起来，阮的人拢会戴口罩安尼。今日较好啊。做职业者欢喜火势得到控制，带电也赶来清洗电塔顶悬熏甲乌麻麻的灰啊。虽然乌烟有变细港，不过空气当中也是有阵阵的臭味。其中林园地区自昨暗甲呾一直有民众环境空气歹，环境部也发出红色警报。今日上午火势扑灭，残火处理中，调阅周边微型感测器以及空污小组检测悬浮微粒等各项数据，目前已趋近背景值。环保局全程持续监测空品，就是戴口罩，然后减少户外活动的那个机会，然后那个体能课尽量就是调整为室内活动这样。因为火也未完全拍花，附近国小除了要求囡仔挂吹暗以外，嘛爱减少户外活动。环保局提醒，火场的部分会持续监控，因为今仔日高雄市有10外区的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气管敏感的民众若要出外，都爱挂吹暗保护家己。记者邝亚珠、焦勇、高雄场报道。这赛车载货物件一定都要甲把握好势，亲像伫中华国道1号呢，这石北192公里的这路段，是有一台载这铁顶仔的货车，是因为绑无安，所以顶仔呢转落甲规世界拢伫高速公路，后壁的驾驶是想袂赴直接去甲交着，加在这人是无着伤。因为这警察呢是来调监视器，找到一个姓张的肇事驾驶，依法上重会罚98块。原本好好的车链刷破链，规粒拢是铁钉仔。中华国道1号上北192公里的路段，拜一的时有一台货车载铁钉仔，因为绑无安，钉仔就安尼落伫高速公路，后壁的驾驶袂护闪，直接交过去。彰化国一要接国三的匝道的时候，突然前方有一台蓝色的大卡车，它车上就掉落了几箱的铁钉下来。那因为在转弯的地方，一时间看到也来不及。过道那个钉子掉落啊，可能没有注意到吧，应该也来不及闪了啦。换了很多个大货车，两台就换了10个了。轿车好像也3台。高鲁道附近的车链行表示，拜一的时陆续有7台车辆来换链，拢是伫高速公路搞到钉仔破链的。国道警察接到民众报案，顺线抓到肇事驾驶是一位91年厝姓张的查甫人，加载无人受伤。张男驾驶这辆货因混杂未稳妥，自后车头载运铁钉散落在车道上，导致魏男驾驶自半连接车闪避不及，碾过而肇事，无人伤亡。国道警察表示，这站以外目前敢若一位受害驾驶来备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肇事驾驶上重会当罚万倍。国道警察也提醒驾驶，车道若有载货应该爱固定好势，若准落地路的，毋若爱食罚单，致使人受伤、死亡，食罪以外，佫会吊扣吊销驾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来看这台南庄呢，有人是因为食酒塞车，结果弄死一个23岁的清洁人员。也毋过因为这清洁人员呢，伊是委外来的，敢有适用这公务死亡的补偿金，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另外呢，这食酒塞车是直直安尼发生，民间团体即期这法官判刑平均拢是3档2个月，这恐惊是无通阻挡悲剧搁再发生。踮一台民间清洁车停在路边收垃圾，23岁姓陈随车的查某清洁员，却有一个姓郑驾驶大力甲挤落去，查某清洁员当场死亡，又搁是食酒弄死人事件，民众拢真生气。都不应该啊，因为你安尼你害一个家庭啊搁一个遮尔少年的性命遮尔早，搁是因为你是啉酒，发生这种车祸发现我在现场看很多人愤愤不平，我都看到有的人要上去打他这样子。主要包着安平本色清运的公司强调已经积极介入，启动所有保险甲法律协助机制。不过死者身份是民间公司的人，并不是台南市环保局在野的人，所以环境部的公务死亡的赔偿金可能会出问题。局长努力了一个上午，就是应该是没有初步的结果。那所以局长一告诉我的时候，我也马上致电给林俊宪委员，那请委员跟环境部积极来争取这一笔120万的记住金。这边就先启动，然后就是环保局这边也有提供说一些资源，然后可以跟那个劳工部这边申请的东西，我们都会一并去做询问。弄死清洁员的驾驶食酒塞车，网络有人咧讲要甲伊的店名改做台南看酒所。为了防止这伤超过的行为，地方警察局加强巡这间店4周回。这个车主正讲无塞车，移送地检署了后，同款甲扣起来。那这存这5档食酒弄死人案件，法官实际判刑平均刑度37.8个月，搁无到3年2个月。这个安尼敢真正有效防止安尼代志搁发生。期待就是说，在法律司法这一块呢，判刑刑度要重，才能遏制。就算警方加强处理掠食酒塞车，有议员批评台南市干那一天就有24件食酒塞车，那安尼无去防掠到的更较侪。因认为真正要紧的是唔通互民众想讲无掠到就无代志，看安尼敢会当减少发生悲剧的代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新竹市长高虹安，伊是涉嫌伫做立委的时阵诈领助理费，即马法官是判伊无贪污，改用公务人员定载不实罪，加判6个月有期徒刑，也就是讲伊有通好继续来做市长。今仔日这高虹安呢，随出面来走行庭，现场嘛声真侪支持者甲媒体交易。这一个复职也等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停职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对新竹市还有很多的责任在，尤其是就是在市长的任内，其实民众从一开始选举市长投票，到后来的反罢免投票，其实我的身上等于是背负了2次选民托付的责任。所以当然对我而言，我希望能够越快的完成复职的程序，对我来说是越好。尽快的回到市府工作，也回到正常的生活，也尽快的让新竹市民感受到安定的新竹，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高虹安一个落车呢，就受到真热情的欢迎嘛，因为这是立审判决了后第1届来参加这公开的活动。针对着各界的评论，高虹安是呼吁大家爱尊重司法，而且也爱尊重判决。伊讲伊已经提出复职的申请，等通过了后，就连面登去做新竹市长。不过这高等检察署呢，嘛表示讲会伫咧收到判决书了后，搁再来研究决定到底敢要提起上诉。其实诈领助理费这件代志呢，高等法院是认定照立法院组织法，这是立委文件需要的补助费，也就是讲伊是无贪污的。律师是指讲呢，这代表助理薪水其实只是补助的一部分尔，所以应该爱互委员有寻求运用的空间。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在做立委的时诈领助理费，防照贪污罪起诉，1审是重判7年4个月。不过2审以立法院函复的内容，认为照立法院组织法，公费助理的经费是立法院文件需要的补助费，所以是该判贪污罪无罪，但是犯着公务人员定载不实的伪造文书罪。针对助理费制度花议题，拜三有一场公听会，有律师指出，既然是补助费的性质，应当予委员在咧运用的时有压缩比的空间。很类似那个国科会的研究补助费嘛。如果是以这一个概念去看它的话，其实它的用途是很多元的嘛。
只要是为了助理的研究而给予的补助，都应该是这一个费用的范围内。那助理的薪资只会是这一个费用的其中一个支出的项目。但是，有学者以美国国会的助理制度提供建议，认为台湾的助理聘用单位应当是改自国会，唔那通稳定人才库，嘛好又比较美国，和助理名册、薪水和人事背景拢公开透明，安尼选民才通监督。也跟我们现在提案的一个差别就是，第一个，它必须要公布在网站上面，必须要公布在这个国会的这个预算书里面，在这个新的这个草案里面呢，都没有包括进来，甚至把它排斥掉啊。比如说有关亲人的任用上啊，我刚刚举的这几个先进民主国家的国会例子来看，几乎一致的啊都不准用这个亲属或配偶。目前，一寡立法委员和地方议员拢有因为牵涉早年助理费放起诉的案件。17日的公听会针对立法院提案的助理费度最坏手法，也有真侪讨论。不过，律师和学者嘛好友爱徛伫咧保障劳工权益的角度来修法，互立委助理的专业拢通受到尊重。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针对着这俄乌战争，乌克兰呢有甲欧洲来签署成立国际索赔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负责来裁定目前超过8万件的这战争的赔偿申诉。另外，乌克兰嘛提出讲，希望在耶诞节的时，双方会当暂时来停火。也毋过，罗西亚呢，颠倒是坚持讲等协议敲成好势，才过来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甲欧洲各国的领袖伫荷兰海牙签署协议，成立国际讨赔偿委员会，负责来评估甲决定每一个个案赔偿的金额，为未来要甲罗西亚追究责任甲讨赔偿来铺路。We expect that every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Register of Damage and Claims Commission to the actual payments will start working. We must stand up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 目前申诉超过8万件，日记包含对2022年2月24日罗西亚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伫乌克兰境内或者是行动所造成的物质、人身伤害，也有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过资金的来源永远是一个难题。欧盟当咧针对冻结罗西亚资产的使用方案激烈讨论，尤其是比利时是犯了法律的风险来反对，德国甲其他主要的国家希望计划会当赶紧落实。因为罗西亚官方是对这个委员会成立态度真消极，而且怀疑自发甲政治效力。另外，乌克兰是希望伫咧耶诞节进前会当停火，暂停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通好度过这个寒冬。І тепер з усіма цими реакціями, я думаю, що 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буде контактувати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буде вже зустріч з Україною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на рі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х груп. Я думаю, що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дать передышку Украи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родолжению войны. Мы хотим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罗西亚外交部的副部长认为，罗西亚甲乌克兰要达成互双方冲突结束的外交方案。普丁政府已经准备好要达成协议，希望愈早愈好。因为美国政府无签名的官员表示讲，两国之间的争议有90%会当得到解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欧洲一项真重要的人权奖项，也就是沙卡洛夫。昨呢是伫欧洲的议会来颁奖，今年这得主呢是白罗斯甲佐治亚的记者，也毋过这两个人拢是因为批判性的报道去得失到当局，所以全互人家掠去关。目前这两个人拢无通好亲身去领奖。52岁被罗西亚记者普佐布特为波兰较影响力的媒体选举部工作，和当局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8年徒刑，目前伫加加内底服刑。50岁超级记者阿马格洛贝利是两间独立媒体创办人。今年8月，伊因为伫反政府示威活动，限制警察局长的脆皮，被判处2年监禁。不过人权组织指背后真正原因是限制新闻自由。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8日将至05年萨卡洛夫奖颁予阿马格洛别利甲波佐布特表扬行为捍卫言论自由，甲为超者甲被罗西亚民主勇敢奋斗。佮强调欧洲议会甲两人协作会，呼吁两国政府马上放人，因为面对权力讲出真相，不应该是一种罪，因为两人拢无法度出席分别由查某囝甲同事带领。I hope he somehow knows he is not forgotten. You show that even when a person is taken away, their principles cannot be taken away. And even when someone is silenced, their voice continues to speak through others.
搁一另外一个人权党数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有名人权运动领袖甲记者穆罕默迪，12参加当地已经过身人权律师阿里克迪的情人追悼会，互当局用煽动群众扰乱秩序做理由逮捕。穆罕默迪的先生伫律师的陪伴之下，伫法国巴黎开记者会向外界求助，指出伊避难期间被拍。不过当局拒绝予第三方检验穆罕默迪的详细，加上即马对穆罕默迪的下落甲健康状况，啥物拢唔知影。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国内这辉达公司的台湾总部呢，是要设伫北树科的 T17甲18。台北市长朱万安今仔日去到现场视察，伊表示讲，这都市计划变更已经行到供电的程序啊，嘛有甲这执行长黄玲芬来说明上新的进度，会邀请伊来参加明年1月签约的仪式。空中摄影机就伫北树科。回答海外总部要伫北树科 T17、18，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基地巡视，佮表示，顶礼拜三都市计划变更已经正式进入法定程序，按算公定1个月了后开都心会议。这摆变更的重点是将两地基地合并，甲时阵都心会议会由副市长李树川来主持。1月份如果能够顺利签约，很欢迎黄仁勋。如果届时在台湾，我们一起参与这样签约仪式。那未来这边矗立起的辉达海外总部，我想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建物，更是为台北市安装上了全球最强的 AI 心脏。不过，北树科未来整体交通规划也一直引起关注。台北市府规划地中长期交通配套，包含专家公车专用道、轻铁甲捷运12路龙，包含未来要有稳定的供电，甚至辉达还要求要有绿电的供应稳定。那请问蒋市府的配套是什么？附近还有欧洲学校，那个上班的时间，上课的时间都非常的拥塞啊，所以出入往台北市。然后往这个天母地区、往北投地区的出入道路的这个顺畅，我觉得是第一个要考虑的方向。针对这规划是不是冲击北树科交通规划，蒋万安表示，行政院无附属有哪啲现证，对地方整体市政推动甲财务开始造成严重冲击。不管是捷运校舍改起、市场改起等等，开始拢影响。当然也包含未来这北树科的轻铁甲捷运12路龙。记者综合报道。这新竹市长高虹安的昨日审判决是讲伊无贪污，所以市政府遂寄出这复职的申请书。上新的消息是，目前呢，这内政部长刘世芳伊证实讲已经有收到啊，即马公文是等咧签，也指出讲这相关的程序呢会真紧的来完成。要那高虹安这停职期间呢，拢总是有1档5个月的期间，这是有通领一半的薪水，也会伫伊复职了后拢拍互伊。因为感谢助理费案件，新竹市长高虹安即马是互人停职，但是理性高院改判贪污部分无罪，所以高虹安会当申请复职。内政部证实，16晚已经收到新竹市政府的申请。我们在昨天下班左右接到新竹市政府来的函那请求就是让高虹安回复新竹市长的职务。那依据地方制度法78条。我们现在这个公文正在签办当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正伫处理相关程序，因那高虹安停职1年5个月，半岁本行也伫咧复职了发予期。大家注意的是，高院判决理由之一是根据立法院会函内面讲，公费助理经费是立委补助费性质，所以法官认定相关费用立委会当担心运用。有人在质疑说，立院这边是不是护航高虹安的官司这样子？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谢谢。助理的这个费用的细节，依法处理。好，依法处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这份提修法，将助理费改由立委统筹运用，而且免检举核销，让人质疑是为助理费度罪化，引起争议。立法院司委会办中央甲地方民代聘用助理制度公听会，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好的制度应该是要给予主事者更多的弹性，但是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把助理的费用变成自己的薪资。我也赞同，不太适合再把公费助理放在立法院组织法里面。专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中华民国什么都不多，就法律太多了专法里面再用任用，那请问他是公务人员吗？有法律学者讲，若是将助理费汇入去立委的口座，会造成社会的问题。建议将制定专法，也不过也有人反对。
法案经过实质审查了后，一定会有一波调野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艺术大学举办投票，今年呢，这10大艺文新闻头3名是第1届台北戏剧奖，第2呢是立法院台文化部预算，也佮有第3个台湾伫台版世博会的文化实力。方才通过第79案，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今年文化部预算改动了后，对甲预算阁互国会提调，佮有台湾伫台版世博展现的文化软实力，拢入选今年10大艺文新闻的第2名和第3名。第1名是今年办头一届的台北戏剧奖，这是北艺大办的民间投票活动。学者表示，较特别的是，今年头届针对绘本和青少年漫画金会奖和金版奖新闻嘛入选，通看出针对少年家推出的文化政策受民众的重视。我想，这个奖项其实是代表了文化政策的转向，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跟多元的发展。今年的10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团队不管是政府主动的要去做文化外交，或者是他自己个人像劝世3姐妹、像布拉，愿意去走向国际，让台湾在这么艰困的处境之下，我们还可以走向国际。10大艺文新闻票选已经办15档了，学者认为透过新闻票选嘛，通看出民众关心的代志。文化部长表示，看到民众关注台湾艺文伫咧国际的表现，嘛拍算明年台湾插演艺团队奖励计划，要用比赛方式来评选，互有潜力的表演团队通得到政府的补助支持。布拉瑞扬团队突然就变成品牌团队，像劝世3姐妹就突然进到百老汇。我对于这些现象我都非常兴奋。换句话说，台湾的文化产业能量非常的高，所以我从今年开始，我很希望在台湾 Top 团队里面，我们每年要比赛。今年10大艺文新闻内底，和文化部相关的都有5项。部长李元表示，文化发展爱靠民间和政府合作，和长期的文化政策规划。明年度预算编列297亿，希望扩大整合各项艺文活动，让台湾文化继续走向国际，也让咱的艺文继续步新意。记者卢尚如、郑准尧台北报道。继续来看，这台海的局势目前是真紧张。中国第3只航艦的福建号顶个月正式成军了后，昨是来软过咱的台海。国军今仔日是头一届来公开这监控的影像，针对着这福建号顶头呢，并无相关的设备。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目前来观察，因是无军事行动的，判断这福建号登去到上海了后，会来进行相关的改善。中共第3只航艦当时是共军第一摆用电子大声的福建号，11月正式成军了后，10日出现在大海，相关两岸政策紧张。国防部17发布查到强机9只、军舰7只、机长5只，军机超过大海中线进入咱的北部甲西南空域。另外，针对福建号穿过大海，国军全程监控，也第一摆公开空中监控的相片。相片内底因看到福建号飞行甲板无停进好几只蓝载机，引起关注。那我们发布的照片也显示，上面并没有舰载机。那我们预判它是应该要回到上海的长兴岛，去做它的进一步就做相关的一些缺改。没有任何的军事的举动就是了。目前的观察没有。针对中共加大绕台日头国防局上新统计显示，今年到12月15日，共金是绕台海超过3570只，比去年3070只较悬，写历史新高。另外，也协同共南进行39摆联合战备警巡。国防局分析，中共目的是测试咱的武警，应对部署检验台海战场情形。美国进行必要的前进部署，所以整体的趋势态势大概是出现美盟有点在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图像。蔡明干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所以美方关心第一岛链串联友盟，分担防卫责任。咱也强化自身防卫能力，面对强军向发起攻击，国军会用去中心化机关进行作战任务。这位关心战地是不是代表已经发生战争？您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你的去中心化的说辞是这样吗？我们在报告里面已经提到是。当遭受到突然发起攻击，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郭立雄强调，国军所有演练科目拢会踏入去中心化机关的概念，让部队熟悉自身任务，也伫汉光演习来演练。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呢，来看这台中梨山的茶农是这个月初去到法国比赛，因有摕到这个特别奖。主办单位咧颁奖的时阵呢，这台卡煞有哪像是中国大赛馆的人，是真无品全安尼徛起来呛声，讲这台湾是中国的。啊，那其他在场的人呢，嘛甲呛等伊，讲伊若阵无欢喜，就会当赶紧离开。台中梨山种茶农民谢中林穿西装准备就台领奖，不过台卡煞有人伫咧翻。有中国的人员伫遐大声咧翻比吧，想要干扰颁奖，不过却是引起现场其他人士的不满。台中的主办单位嘛无咧甲休，这个为台湾台中梨山来种茶农民谢中林，这个月初去法国巴黎参加法国茶米国际比赛，伊的茶米得到大会特别奖。当伊要上台领奖的时阵，却是去互中国呛声。谢中林讲，伊的心情是无受影响。当下我蛮冷静的，因为觉得就不要理他们就好。那当下看到那么多国家，其实都在帮我们说话，跟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还内心还蛮温暖的了。谢中林讲，即个为着提升咱台湾的知名度，以梨山高海拔的关度，配轻发工的工法，带出清芳甲后韵。还佫有把水的口感，得到国际肯定。讲到中国的态度，伊是无啥要义。也让外交部讲，除了背回中国的讲法，嘛强调咱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务实体认，只有透过和台湾对等以及尊重的对话，以对话取代对抗，理性看待两岸现实，停止对台湾以及国际社会无理的施压以及胁迫，这样子才能改善两岸关系。外交部讲，即届有18个国家300多件的产品来参加比赛，咱国摕到真出色的成绩。即届的活动有清楚标示咱国的名，嘛有展示国旗，已经做真清楚的区分。中国无权插嘴甲介入，嘛呼吁中国应该理性看待，遵守国际社会文明甲礼仪的正常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这嘉义市乌仔内的乌比亚市呢，是因为今年这7月丹那市洪台呢受灾了后就停业啊。即马经过5个月的时间，这夜市仔呢有整修过，嘛有规划过，昨暗总算重新来开幕，佮传1500份的消费券要予民众。真侪人昨呢是天约白暗，就赶紧去排队。夜市仔内底当下搁咧做准备，外口都已经有真侪排队的人。嘉义市乌仔内乌比亚市。昨日暗时重新开幕，每晚6点开始，每1点钟来分500份200块的消费券，隆重要分1500份，真侪人为下晡时就开始来排队。就想说拿到指甲券，然后顺便逛一下这样，因为也很久没有来。我看袂歹，赞。对阮这消费者当然也是赞。这个乌比夜市7月时阵，因为丹那市洪台的关系，造成这个夜市真侪单仔的设备损害。经过5个月整修，才过来重新开幕。原本的单仔甲大附近的民众，嘛拢真期待夜市会当继续来经营。会当互阮遮做单的重新有一个生机。进前洪台的时阵，阮的布棚规拢吹冰了了，损失不小。像台南每天都有夜市可以逛，对啊，嘉义应该也可以。对，不要只有开一下下而已，然后就是可以更长久。对。乌比夜市的管理委员会表示，即摆重新开幕的时间紧伫逐礼拜的拜2，目前来遮的单仔计共100万单左右，希望会当伫这中华区带动新的经济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这宜兰有名的凤凰温泉呢，原底是因为风太好带起来。这水保署伫咧做工程的时阵，拄好捂到这温泉的源头，所以温泉区又搁兴起来。也毋过这人一个这环境也堆咧垃圾，就连游客甲船长之间嘛，因为这工程的问题又搁起冲突。野溪温泉内底拢是游客，宜兰真出名的蓬蓬野溪温泉，原底因为风太扫歹去，顶一日水保署做防汛工程。拄好挖到温泉，形成一个浸温泉的所在。消息传开，请真侪民众去遐浸温泉，不过嘛出现粪扫甲特殊的问题。我们要做大门的管制，那3层防护，3道防线啊，他们还是怎么进来？照样走进来。水保署为12月开始做防汛工程，不过为伊时间的变道，甲往回野溪温泉的变道共一条，未少民众全赛车走入去，影响工程车出入。有的车还阁停伫咧工区的料场，互工程的进度去前掉。
17去碰碰温泉，发现原底温泉的窟窿已经消失，变作是溪道。有游客伫网络顶指控讲是村长用怪手施工改变溪道，双方还佫去会面，闹去到警察局。那边比较低，我们水一改，它那个水就自然在那边自然的，我们没有刻意去挖。村长解释讲，怪手毋是伊操作的，是水保署暗时施工，因为工期受到游客车辆的影响真大，改变溪道是为着工程的需要，可能因为讲话口气较歹，游客惊到才会报案，伊愿意接受公平。野溪的部分，以目前的状况，它现在有大型的工程，那我们还是建议还是不要再去的。官府讲，野溪温泉现场目前有咧施工，无建议民众搁去。游客若坚持要去，伫当地嘻嘻哈哈影响特殊甲住户的生活，会先看到，可能若唔听，会做必要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区的路口呢，最近是新设一款人行道甲停车位，不过呢，煞引起附近交通的问题。原本这段路呢，车是袂少，嘛因为这车道呢收缩，造成大塞车。有民众是袂惯势，这转弯的角度拢会去切到人行道，所以顶礼拜相关单位去到现场来会勘。也那市公所呢是表示讲，若准民众适应不良，安尼会阁建议改善。汽机车来来去去，毋过详细看，这搭路口转弯的人行道，敢若画较大架。这是屏东市华正路和庄敬街路口，为着配合附近和平国小通学步道的计划，12月初市公所设置标线型人行道，阁有停车位。毋过因为和英国交通管线无同，车道变较矮，汽机车共道煞造成塞车，引起袂少民众反弹。毕竟这个幅度太大了，因为那边有红绿灯嘛，对，他车子就排到这边来了。这边也红灯的话，那个救护车根本没办法过。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不反对人行道去做设置。你这个装上去可能会反弹声音一定会很大，因为你转弯弧度已经受限了，你再加上一个防撞管的话，第一个影响到行车的视角。原本阁有装防浪的条仔，但是伫国土署县政府和里长现场会勘了后，就提掉啊。实际到路口观察，确实有袂少民众转弯会骑去人行道，甚至直接甲车停咧遮，因为路口无大，车道收缩，车辆就会塌伫路口，尤其是附近阁有病院，救护车出入拢会影响到。用这个方式能够让驾驶人能够让他减速，然后在汽车转弯的时候，不要说用急切的方式，能够速度降缓，然后也减少 A、B 柱的阻碍，能够清楚看到行人实在没有办法改善那边的塞车状况，我们再研议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兼顾行人安全，也兼顾用路人。这几年中央政府拢大力宣导过路人的安全，嘛是予国小学生一条安全的道路，才会做标线的调整。工务科表示，会等工程完工了后，佮和国土署、县政府参详做调整，兼顾过路人参汽机车双方的用路安全。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这寒冷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阵，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呢是直直咧推动疫苗防疫，到达已经有10天的时间啊。因是真希望讲透过这宣导这预防射的重要性，会当逐天拢来提高疫苗的注射率，提高全民的保护力。根据疾管署统计，顶礼拜类流感的门诊急诊就医人数85374人次，甲前一礼拜差不多。但是流感并发重症甲死亡案例继续增加。注流感预防射会当避免重症，降低死亡率。疾管署也预估国内流感的疫情伫春节的期间会阁出现另外一波高峰。也若新冠疫情嘛袂使大意，所以呼吁注意防射，保护家己，保护身边的人。我们看到的是接种率越高的企业。他们在企业里面发生群聚的就越少，除了直接保护员工之外，也间接保护到我们员工的家属，也让我们社区的传播更少。台湾疫苗推动协会长期推动注意防射来提高保护力。拜三也公布2025年疫苗10大新闻排名，议题包括肠仔病毒、流感、肺炎链球菌这疫苗科技。其中10大新闻第一名是名称大 S， 伫今年2月旧历过年期间伫日本不幸过身，引起民众抢注意防射。摕到新闻的第一名。协会表示，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医学是整个国家健康重要的政策，其中预防射就是关键的角色。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打的话，就是形成一个保护网。那6个月小 baby 就不会得到
流感。那孕妇呢？孕妇打流感疫苗其实也是在保护小 baby。她孕妇打流感疫苗以后，她的抗体可以保护小 baby 6个月，出生以后6个月都会得到保护。好，所以这是一个保护网的观念。那所以企业的家庭当然也是一个可以鼓励的对象。协会也呼吁民众注意放射，唔那是防治传染病，也会当兼顾家庭健康、国家医疗等等。所以呼吁民众会当做伙提升预防射知识，也佮有各种预防射的注射率。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疫情过了，这邮轮的旅游呢是真受到大家欢迎。根据交通部的报告，2025年这国际邮轮的旅客呢是会来到114万多人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疫情进前高峰期105万人次。不过呢，这纠纷嘛是真多。有邮轮公司呢，伫咧推出这行程了后，临时临要安尼甲人解决，让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疫情了后，游览船观光真加热。根据交通部的统计，2025年国际邮轮估计是这瓦港的有567架次，旅客有114万4400人次，伫要超过2019年105万5千人疫情进前的高峰，人数成长8%，创下6年来新高。17日法院交通委员会针对邮轮观光、甲那些公路办理的情形来检讨，有立委提出最近例行邮轮探索称号，以高雄港为母港。推出驶去菲律宾甲越南的行程，结果11月中头一届启航了后，就随宣告取消明年1月份几下的航程，换转去日本Okinawa，致使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交通部应该赶紧公告相关定型化的契约。邮轮业者他们要片面更改行程之前，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成本在哪里。这些方案呢，必须要预先告知消费者，也应该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今年度，行政院消保会有要求我们交通部到消保处来报告。交通部指出，观光署甲航港局拢有拟定定型化契约，目前还阁伫法制作业当中。针对邮轮船票交易定型化契约，已经送去消费者保护处，按算3个月内会对外公告。另外，在地立委嘛强调高雄港有海港甲机场的优势，应该加强推动 Fly Cruise 飞航邮轮旅游的形式。如果是 Fly Cruise 的话，我们还甚至全船的旅客在减免，每个旅客在减少这个服务费100元。我们也发现德国市场的 Fly Cruise 是有成长的趋势。那我们觉得欧洲线这个部分，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开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交通部强调讲，拢有做相关减免的措施。另外，针对那些公路的情形，目前国内海运、客运固定的航线拢总有25条。每一年旅客总人次有到500万至600万之间，嘛强调讲会透过持续改善离岛的交通船，推广海洋观光等等的措施，促进那些公路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有去抓到这境外走私来的毒品，也有国内制毒工厂，这起单呢是超过14亿，有19个嫌犯全部拢互送办。统计落来，今年这海巡署呢是拢总查到13811公斤的毒品，这个数字是比去年还阁加146%，这也是历来上界多。也那海委会是强调讲会跨区联合执法。早前就沿用时速178公里伫西滨快速道路桃园观音路段，由运动集团成员。海巡署今年9月接到证据，集团成员为中国用进口清洁剂做理由走私毒品，当场抓6人。各地关务署技能馆的货柜查扣第4级毒品，以甲基苯基乙丙酮1513公斤，其他超过10.7克。这些原料经过溴化、氨化以后，是可以制造成213万包的毒品咖啡包，就是所谓的妙妙。那初估它的市值可以来到10亿7千万元。海巡署搁伫4到7月，伫家己水上标了投乌，在南安定查到制毒工厂有开他命俗称妙妙的甲基卡西酮安非他命等毒品，细汉时代超过14亿毒品引互413万人来食。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表示，今年查到13811公斤毒品，比去年成长146%，批评制毒人毒害国人，真可恶。这么残害我们的青少年，还这么残害我们的国民，痛心疾首，其心可诛。检察官的指挥侦办，还有我们各有关单位，包括警政署、还有光务署，还有其他的有关单位的协同合作。
海巡署强调，会继续甲警政署、关务署甲国际检方合作，希望将毒品阻止伫境外。涉案件涉案19人，拢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在高雄大寮大明街呢，有一间铁厝的点心档，今仔日透早发生火灾，这内底有3个外籍移工，这当中有一个印尼籍呢是吊伫厝顶，直到消防人员到位才甲救落来。那另外2个越南籍的呢，伊是移工是家己走出来，也毋过这警方所发现讲，这2个走出来拢是失联移工，目前已经带回去调查。规栋铁厝着火烧起来，连厝前的单位嘛着火。高雄大寮大明街一搭铁厝，17透早4点外发生火灾，消防队接到报案，随赶到现场，也水情入去抢救。印尼籍的外籍人士在顶楼待救，到现场的时候，1楼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就赶快布水线做周界的防护哦，以免影响到其他的邻居。消防人员架推要去救受困伫厝顶的印尼籍移工，铁厝是由3个外籍移工合租的，厝前阁经营越南小食档。印尼籍移工因为受困昏迷，敢若砸着伤，还迄2个是家己走出来。半暝火警惊起住户，厝边讲因平常时也无咧整理环境，才会引起火灾。越南的女生用钱啊，我北用啊。平常时你们平常几个人住里面啊？记者访问住户惊险，大火爆发了后，警察甲消防开始调查起火的原因。意外发现另外2名住户，姓武的查某移工是112年7月失踪的移工，姓黄的查甫移工是109年12月失踪，拢是越南籍。查其中2名为失联移工，讯后依入出国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办理相关遣返事宜。规个铁厝烧甲密密麻麻，阁烧到隔壁住户的铁厝。火调人员一透早阁转来现场调查起火的原因。2个失踪的移工嘛，互带转去警察局审问了，依照入出国以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云林县环保局是来成立不用品的循环馆，开馆半冬到今呢，已经收到上千件各类无同款的不用品，也有超过700件是找到新的主人。即卖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就近搁较利便，会当提供这个不用品，所以伫个馆内呢有规划新设7大的接收站。无用品循环馆的工作人员，甲民众送来用袂到的物件菜架顶。有无用过牛奶干仔，也有囡仔车文具，也有看起来好好的脚踏车、阿姨仔车，互民众家己来加紧，看家己摕转去用。哦，有能用的东西就不要浪费了。对啊。像你自己，我们缺什么东西可以来这边找啊？我们每一项不用品，我们都有一定的那个允收的标准，那我们都会看说它至少8、9成新，或者是只讲那个整个没有安全性的疑虑。这样子都是 OK 的，像这台花其实它状况车架是很好的。云林县环保局讲，因为县内无公有粪扫分化厂，为了要气化家庭粪扫，这几年直咧撒粪扫分类，希望自源头减少粪扫量。半年前成立无用品循环馆，甲民众出来用袂到的物件做资源循环再利用。民众呢，把不用的东西提供出来，那让有需要的人物尽其用，也可以达到垃圾减量的一个目的哦。那我们转转屋开馆半年以来，其实已经收集到上千件的不用品了，而且呢，民众这边反应非常热烈，目前已经有超过700件的不用品都找到新的主人哦。环保局讲，要互馆的人较方便，会伫斗六市、斗南镇，也个未寮乡，搁再增设7个接收站，民众会当依照每一个站收无同款的类别来管。也强调，民众爱摕转去家己用，袂使摕去卖。以后也会媒合，甲一寡用袂到的物件，送互有需要的社福甲弱势团体。记者综合报道。这108课纲实施了后，高中生呢，若准备透过申请入学去读大学，安尼就要提出学习历程的档案。这国教署统计，这课纲实施的头3届呢，学习历程档案内底，这课程学习成果甲多元表现的部分，这提高的比例拢有减少。
108课纲实施了后，大学集团学习历程档案已经是高中生的日常。国教署的资料指出，课纲头一届到第3届学生学习成果甲得关表现的未提高比率，逐年拢称悬。课程学习成果对18.31%增加到30.17%，得关表现是34.31%，称起率48.31%。一直有咧发表课纲报告的 EdU 指出，申请学系敢有重视学习历程档案，也阁有囝生少，安怎拢有好好读的这款情形，拢影响到学生甘的费心思制作。科技现在可能它有面试，然后有学档，那可能自己还有自己的笔试。那其实这些内容分下来之后，学档的比重可能没有真的这么高，少子化的关系，所以中后段的学校在招生上本质上其实就已经有困难了。学习历程档案审议计划主持人、台大教授林国明表示，老师对做档案的协助增加，不过上传的比率确实下降。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无学习历程档案，有关会当以 PDF 重新制作。有一些同学们就觉得，反正我高1、高2不做无所谓啊，我高3、1届之后再来做 PDF 档案，所以高中老师就会觉得有点挫折啊，所以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协助学生，可是有些学生他就比较缺乏动力。林国明也指出，课程学习成果甲得关表现平均9个数量，对平均高9件和10件拢减做7件，这表示宣导品质较赢过数量的观念是有效的。虽然有人认为讲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性降低，不过进前的调查显示，超过70%学生认为讲课程学习成果对升学的申请真要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台湾队又阁有好表现啊！第10届的国际空中舞蹈艺术大赛呢是伫泰国来举办。今年咱台湾呢是有21个人去参加，摕到4块金牌、3块银牌，加1块铜牌好成绩。欢喜和台湾国旗翕相，这是第10届 Air Stars 国际空中舞蹈艺术大赛，今年伫泰国举行，汇集亚洲真侪表演空中马戏选手来参加。记者今麦呢，就伫咧泰国办过 Amphitheater， 背后就是今年比赛现场。今年台湾计共有21位的参赛者，摕到4面金牌、3面银牌、1面铜牌好成绩。咱来听看卖选手安怎讲。成年开放做的冠军陈景爱用高空的千手，呈现咱人伫生活当中常常爱策划无同的身份。陈景爱讲，虽然伊练空中马戏已经年外，不过准备这届比赛，也是拄着真侪困难。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本身比较不那么抗晕，对，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时段必须要分很多次来练习。伫空中连续拍几年练到足照进展，摕到手大半专业组第2名的第4期。今年才20岁，这是伊头一届摕到空中马戏的奖项。伊讲训练的过程不只啊辛苦，常常爱家己去紧加力，继续坚持落去。也毋过会使看到观众的笑容，就是上幸福的。我这些表演呈现内容呢，其实是我人生路上我觉得最不开心、最不好的一段心路历程。我想要把这份伤心去分享给所有人，不是因为这份伤心需要被传染，而是我希望有同样经历的人都可以知道，你其实并不孤单。然后我希望未来呢，也有机会可以带领自己的学生到国外参加比赛，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手，也能够让更多的选手可以看到台湾的每一位认真的选手们。柯卡金练空中马戏已经10年，伊认为台湾马戏的艺术实力真坚强，希望会使透过这届比赛来吸收国际养分，将经验传承落去，让台湾的马戏人才有机会伫国际艺术舞台定睛生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艺术。记者桂宗林泰国报道。后礼拜就是耶诞节啦，今年呢，在荷兰的耶诞村是收到50万张来自全世界的批，其中寄上侪批国家有咱台湾。位于芬兰拿破仑首府罗瓦涅米180公里的耶诞村，夜色真灿烂，灯火布置也真热闹，充满真高的耶诞气息。真侪游客早早就来卡位，准备过一个在地的耶诞假期。根据当地观光单位统计，当年平均达到70万人来耶诞村。It says Christmas everywhere. Just if you look around, you have the snow, you have the lights, you have the elves, you have Santa. So everything is just wonderful. Pretty different. I think it's like 42 degrees Celsius at home at the moment. So we're sending photos to the family and they're pretty shocked.
伫真侪国家，耶诞节代表岁末盛宴，除了是迎接新年的开端，也感念过去一年点点滴滴。今年耶诞老人照例收到来自世界各国大细汉囡仔的贺元批，耶诞精灵也整理出大家上要爱的礼物清单。Things like Legos are always popular, books as well. But nowadays, also, of course, electronics, new phones or laptop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is year, I would say Labubus have been a big hit as well. 伫现代社会，电邮甲线顶通信已经取代传统配件，也毋过耶诞村当年收到的批犹原是真侪。当地邮局统计平均是达到50万张。上踊跃来批的国家甲地区，分别有波兰、意大利、台湾甲日本。耶诞节伫要到啊，耶诞老人读完愿望批，做好最后的送礼准备。伊伫出发之前，也无忘记哩传达今年的耶诞祝福。And I hope this Christmas we could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how could Christmas bring us closer to each other? How could we all live in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耶诞老人也分别用各国语言祝福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守护地球，将耶诞季节的精神分享给每一个人。公司新闻刘秀芬编译。下播报的天气，接落来咱甲时间交予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透早，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关系，各地天气拢较寒。一时暗时的温差嘛较大。多谢唐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